后来即卖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，为10月到即卖，已经有617例重症的个案，其中有99%得流感的患者拢无注意防晒，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乡亲，万不一若为着流感引发重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。所以乡亲啊，你若要未注意防晒，就要赶紧去做。 排队排甲长，大家拢要来注流感疫苗。对10月开始到即马，流感已经累积617例重症，其中99%病例拢无注疫苗，而且8成拢有慢性病。糖尿病大概算是最多的一群，而且它造成免疫反应的下降呢是最明显的，会造成周边神经系统的病变，连带我们很多条神经也都不敏感，所以它在吞咽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呛到，那这个会造成吸入性肺炎。 包括心血管疾病甲游击病患者，伫着流感了后，拢是容易并发重症的族群。只有注流感疫苗，才有可能降低死亡风险。流感疫苗让流感病毒不要到身体里面来，或者让流感病毒到身体里面来，又繁殖的不要那么好。那反应不严重呢，整个血液凝固的异常就不会那么明显，所以你的血管就比较不会再进一步去塞住。 即嘛是流感的高峰期，加上过年回乡的人多，提醒有慢性病患者的厝内人，或者是家己爱赶紧去做疫苗，防止流感疫情。